黃記居，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天蓬貓咧都係慢咗啲啊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內欄位置嗰邊啊，有軍內欄第4仲有大快步啊，第5位榮利雙收，第6位內欄呢就線路福將啊，外邊黑衫第7有揚威四海啊，中檔位置就風科行雲啊，內欄嗰邊啊大約尾5、6到啦，有本領輝煌，外邊精算特殊啊，尾4係天蓬貓啊，後邊3匹馬，內欄位置尾3黑衫係哪吒，尾2攞出外邊大千紅心啊，響後邊黃衫嗰匹係藍裝寶嚟噶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就君達德啊，過咗嗰隻萬事得意啊，呢個時候見到中間一世美麗就開始推進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榮利雙收啦，馬林中間揾位有天蓬貓啦，最出嗰邊有大千紅心同埋精算特殊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一世美麗透出咗，埋邊係君達德啊，外邊榮利雙收上緊嚟，內欄嗰邊仲有個天蓬貓，最後50米到一世美麗仲係佔先啊，君達德響第2位埋邊呢就天蓬貓，夜馬嗰匹係一世美麗啊，跑第2名埋邊君達德。第3名埋邊係天蓬貓，第4名係榮利雙收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跑法方面較為機動啲，結果一世美麗又跑得好啦，君達德亦都跑得好啦，係天蓬貓個際遇好似爭啲，捐嚟捐去追翻個第3、第4名係榮利雙收。麥道朗都起過孖啦，在韓有分，一世